麻辣薑汽水首先有麻辣同埋薑啦。咁麻辣喺邊度嚟咧？麻辣咧我哋就用咗2種唔同嘅花椒同埋2種唔同嘅辣椒一齊嘅。咁青花椒咧就香啲嘅，川花椒個味就會多啲，麻嗰個感覺都多啲。咁呢兩款咧就唔算係好辣嘅辣椒嚟嘅。炮彈咧就會係有少少smoky 煙燻咁樣嘅味道。咁我哋第一步要做啲咩咧？我哋咧其實咧就要將適當嘅份量嘅材料就擺入去呢個袋裡面。將材料包放入缸內滾15分鐘，煮好嘅半製成品會自動泵去另一個大缸度備用。將準備好嘅薑汁、檸檬汁同糖倒入缸內煮1個鐘，之後再進行冷卻。釀造好嘅汽水會被輸送到去入罐機嘅位置，空鋁罐消毒之後，注入汽水再封罐，最後貼埋包裝紙同賞味期限就完成啦。第一個產品咧，其實係一個 tonic 水嚟嘅。咁 tonic 水咧，其實本身係一隻有苦啦、有甜啦、有酸啦嘅一個汽水。咁本身係一隻西藥嚟嘅。咁但係時至今日咧，其實我哋覺得都唔需要呢隻西藥，而你淨係想要嗰個苦嘅味道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用一隻中藥，一個叫龍膽草嘅中藥，去攞嗰個甘嘅味道咯。如果你唔講咧，我以為自己係飲緊酒咯。但係因為其中嘅材料咧，其實咧本身有一粒果嚟嘅，咁佢嚼落去嘅時候咧有少少酒嘅感覺，咁亦都可能係解釋咗點解當初啲人會攞佢再嚟做蒸餾去提煉咗一隻酒咁樣咯。